安秀苑469尺，高性價比間兩房，入門兩邊置頂櫃，穩進每寸位。右邊櫃上層塞雜物，地櫃暗藏 mini 洗衣機，洗襪仔小三慳水慳電。門一關完全睇唔出，左邊7尺櫃仲內藏麻雀台，朋友嚟湊腳開台，唔使搬台執位，收埋又整整齊齊。對面貼牆櫃，左鞋櫃擺常着鞋，底部凌空俾掃地機充電，中間有水吧台，朝早沖啡，夜晚整食，唔使擠廚房，順手到爆。電視櫃中間開咗透氣孔，擺設備唔怕焗壞，收埋啲電線，視覺乾淨更顯大。主人房衣櫃書台一體，擠落兩人衫褲，夜晚 OT 都唔使出廳。細房設計慳返好多執屋時間，靠窗 L 型書台，坐得正又夠光。3尺地台同床尾櫃，擠換櫃3比，間房唔再亂到似垃圾堆。全屋家私6皮嘢搞掂，收咗鎖匙記得搵我免費報價。